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验人数。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是表示，这对川并无帮助，即马无任何代志会当阻挡拜登团队继续向前行。验过手头有政权交接资源的总务署，目前也未签署文件确认拜登选调。另外，国务卿蓬佩奥即马已经宣布讲，美国甲咱台湾伫即个月20要展开经济对话。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面对现任总统川普拒绝承认败选，开始反击，包括甲国防部长艾斯培辞掉拍法律战。拜登讲，伊的团队已经伫咧准备政权交接，掩过有交接资源的总务署也未签文件确认拜登当选，交接恐惊未顺。过去总务署大部分伫咧媒体有切失人行了几点钟，或者是一天内就确定停事。Nothing's going to stop that. Sir, what do you say to the Americans that are anxious over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yet to concede and what that might mean for the country? I just think it's an embarrassment, quite frankly. I think it will not help the president's legacy. Have you tried to reach out at all to the president? And if he is watching right now, what would you say to him? Mr. President, look forward to speaking with you. There's one, as I said, one president at a time, and he will be president until January 20th. But not ruling out legal action. No, I don't see a need for legal action. And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ny of the assertions made by the president or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伫20讲，9月中捌带团访问台湾的国务次卿克拉克，20会甲台湾开始经济对话。这表示，美台经济关系健全，并且继续成长，也会当帮助双方伫咧安全供应链、5G 清气网络等去合作。台湾是民主政体，也是美国会当信任的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昨昏有一只中国的军机走入来咱的空域，互咱的空军赶走。空军昨昏尾暗仔发布中国军机的动态，有一只运8海湾战机，昨会知影飞入来咱的空域。咱空军随公布甲赶走，嘛有继续咧做监控。这已经是11月份以来中国军机第7摆走来咱台湾扰乱。今日是11月11日，双11，嘛是中国的电商网络续卖日子。网络平台拢有推出真侪好康。中国的阿里巴巴、天鸟双11的活动，今年分2阶段。对11月初开始推出活动，即马交易的总金额已经有3723亿的人民票。往年大家拢伫咧注意1月1日开始第1分钟，数字就开始调的大荧幕。今年活动到第30分钟，阿里巴巴天猫网则发表自11月初日开始预告，一直到11月10日透早0点30分的交易价到3723亿人民币，订单上达到1秒钟58.3万笔。今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量的提升。针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内部也多次开会，同步整个的预测和整个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调整，包括人员和设备的增加。天猫网伫去年双11日一天嘅成交量到2684亿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不过今年活动已经第12年国家疫情，外界认为今年嘅业绩无法度再创新高，所以阿里巴巴将活动改做2阶段，也调派4000台包机加货轮来准备。反正这个阶段陆陆续续不是促销了吗？如果促销都非常很忙的。要出的货真多，业者也主动各种机器人取代人工，互效率更加提升。中国的第2大购物网站京东嘅累计下单金额，自10月2日到双11日的预售促销活动，已经超过2000亿人民币。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比如像电脑、手机、数码、快消品。那京东在渠道中的份额呢，让我们足以用这些数据去描绘出不仅是大市场的趋势，而且是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细分群体的市场的消费的趋势。没有说疫情影响购物吧，但是可能购物车里面会多一点，比如说消毒液啊、酒精啊之类的。外国媒体曝光，过去双11日，中国嘅业者交易价灌水灌甲真严重，真侪数字拢是业者家己开钱请人录出来业绩。不过对双11日这个大饼，大家也是想要分一地。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是全世界上大的双11日网络购物节已经开始啊！即马中国业者心搁较大，因的目标是锁定全世界的消费者，所以有找无共国家、无共语言的网络红人开直播卖物件，要拼业绩。
Mira, Andrés。罗培兹用西班牙文推销伊酒来提这台吸尘器。另外，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网红是摆正水的 pose， 介绍伊穿的这项底下讲。中国双11网络购物季佫开始啊！这款以上海做基地的网购直播主强力推销产品。原来中国业者为了要将产品行销到全世界，规矩请外籍人士来推销。亲像对西班牙来，伫中国已经待9档的罗培兹，定定伫 YouTuber 甲 IG 播影片，行销公司就请伊用伊家己的母语西班牙文来代言因的产品。So when I talk, when I speak, I will like look at the product, talk about the product through my culture, through my experience. So for the viewers that are within my frame, from my country, from my language, they are going to feel closer to me. They are going to engage more to me. They are going to see similar to the way I see. 罗培兹所属的行销公司有找50位外籍人士做网购直播主，主要是锁定美国、法国加西班牙等海外市场。业者希望因加入会当互业绩并倍，甲网络购物关系上密的快递业者，伫双11的网络购物季期间是无应该变贵。尤其一天平均工资300多，平常的话一天100多一点，到那我这就得变成翻1倍，300。杨芳讲，双11购物季拄开始时阵，伊骑奥多麦上就会当应付，要量愈来愈多，就改骑3轮车。这么3轮车也强要无够载。双11的购物商机遮尔大。自网购直播到快递业者，大家拢全力聊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东北风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咱来看上新的温度。受东北风影响，早暗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伫苗栗的公馆14度6。气象局有针对15个县市发布强风特报。今日伫桃园以北甲东北部有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拜六之前温度拢会较低，到礼拜日温度才会豆豆回升。另外，对明仔载开始到拜六，受风台外围水汽的影响，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北部、东部、南部雨水会较高。美国的辉瑞药厂甲德国的 BNT 合作开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剂，即马传出好消息，预防剂研发有90%的保护力。这档预防剂嘛是进前咱台湾东洋要代理，毋过代理无成的。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即马表示，咱嘛是有机会会当买到这款预防剂。新冠肺炎疫情侵袭全球，唔但影响全球经济，也打乱咱人的日常生活。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 BNT 合作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传出第3期临床试验结果，对新冠肺炎的预防效果达到90%。对此，国内专家表示无意外，不过这个疫苗的保护力会当继续偌久。甲对幼童甲老大人保护效果有偌济，也是唔知影。有些族群没有被包括进去，比如说更老的啦、更小的，到底有没有效？这个才是大问题啦，哦，因为将来很多是要打很小或很老的人，那这些人的保护效果到底好不好？这是下一个阶段要去问的问题。黄立明表示，这种疫苗是西方国家研发进度上紧的疫苗之一，也是进前台湾东洋公司讲出的原厂授权。不过因为无法度提出原厂正式授权文件、合约草案，地区甲政府的合作破局，无法度引进疫苗。外界也关注，咱国敢是也有希望出的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也是有机会。大家可能在谈的是 BioNTech 这一支疫苗嘛，哈，那这支疫苗我们仍然有希望取得，还在我们的名单内。陈时中指出，这种疫苗已经被列入甲咱国完成签约的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的选项中，所以也是有机会买到。辉瑞药厂也表示，临床试验有希望伫11月底前完成，也会将成果发表伫医学期刊。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安心旅游补助结束了后，咱国内旅游搁咧大小月。交通部决定搁继续推出方案，包括延续纾困3点控的补助，也搁普通事业团体旅游有补助。另外，春节运输后勤专案，也搁列出国1点控，甲引导产业转型的高级旅游才补助会拢继续。来看《中国时报》。一控诉人力银行公布2020薪水甲福利调查报告，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咱国人平均一年的薪水有64万亿。
年增率只有0.7%，已经连续3档薪水拢停伫64万左右。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地政司送去行政院的设计订立强化版的内容内底有新增加，要互地方政府有查核权，范围包括有收厝卖进前，爱先交互地方政府去备查，地方政府会当调查资金的流向甲合约。来看这资料内底敢无不法的交易，也是有人伫查厝价。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2例带病入境的确定病例，是印尼的查某移工。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即马嘛公布，目前有2种新型 A 型的流感的病例。咱医生嘛提醒讲，A 型的流感并流感死亡率也搁较悬，民众一定要小心。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搁增加2例境外移入病例，580甲581例，2个人拢是来台工作的30多岁女性移工。今年10月底坐飞机来台入境到打无症状，2个人伫14天检疫期完前采检测出确诊。这2位个案来台都没有症状，在集中检疫期间也未与他人接触，所以也没有匡列接触者。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也公布本流行季一摆出现2例新型 A 型流感病例，包括中国大陆一名3岁查某囡仔感染 H9N2 流感，了国有1例1岁查某婴仔感染 H5N1，2个人发病前拢嘛有家禽暴露史。医师提醒，新型 A 型流感是为禽类早病毒传染予人，致死率比流感较悬。比如说像 H5N1 流感，过去的死亡率曾经可以高达到50%以上。那这一次的还有一个 H9N2 的流感呢，它是致死率呢也有达到2%哦，那这个是比季节性流感来得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H9N2 流感自2013年到今累计有48例，以中国大陆38例上侪，比 H5N1 自2003年到今累计通报有862例，以埃及、印尼甲越南上侪，累计455例死亡，致死率达到52%，全球已经超过1年无出现这个病例。所以，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前往疫情高风险国家时，应该避免接触禽鸟、禽肉甲卵爱滋互食。各用杀文将双手彻底洗好清气，才会当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100万例，死亡人数有127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加强580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多例，香港有5300多例，伫日本即马超过1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0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859万例，巴西是超过567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44万例，法国超过185万例，英国超过123万例。天气咧变寒，中国嘅本土病例嘛豆豆咧增加。即马中国国务院嘛已经规定讲，伫进口嘅冷冻食品拢爱先做消毒。那香港嘅部分，昨香港新增加9例，香港政府嘛甲限制聚会命令，即马要搁延长1礼拜。中国官方疫情通报，初9新增加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个本土案例来自上海。上海疫情防控记者会指出，确诊的51岁查某人是上海浦东机场的搬运工，伊的同事安徽省姓兰的查某人也伫初10确诊。王某某，男，51岁，肺 CT 显示双肺多发毛玻璃样。中国本土疫情严重，初8天顶新增加2例本土确诊，其中一个是冷冻食品的装卸工，因为最近的案例拢甲冷冻食品的运输有关。中国海关总署伫一批印尼进口的冷冻川鱼也验出新冠病毒阳性反应，初10宣布全面暂停印尼水产品进口申报1礼拜，所以也发布进口冷链食品消毒方案进行封环。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中国境内人员接触之前，实施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最大程度的降低新冠病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的风险。发生的病例数很少，一些偶然的因素促使了个别的病例的发生。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偶发。香港疫情方面新增加9个确诊个案，其中4个是输入个案。截至初10为止，香港累计5390例。香港政府表示，过去1礼拜也是出现源头不明的个案，反映社区也是有稳定传播链。原定礼拜是到期的4人限聚令会延长1礼拜。如果疫情反彈呢，係同埋再次喺社區出現大規模嘅爆發呢，
政府係冇選擇，一定係需要大幅收緊防疫措施咧，保障市民大眾嘅健康。衛生防護中心也強烈呼籲香港市民避免所有非必要嘅旅遊計劃。最近也公布甲新加坡旅遊專案嘅細節。記者綜合報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亚美尼亚甲亚塞拜然两边正过挂月，即马伫俄罗斯做中人之下，双边已经同意初十开始全面停火。不过协议的内容和亚美尼亚人民真不满，认为是甲有争议的领土送互对方，所以民众站出来抗议，要求因的总理落台。几落前卫的民众伫咧政府大楼外口画口号抗议，要人总力去破坏撤回。无久，国会大门被斩破，门窗拢碎碎去，民众占领议事厅，喊亚美尼亚总理下台。亚美尼亚民众拜日暗大闹政府机关，原因是因无法度接受政府甲亚塞拜然签停火协议，甲有争议的纳卡地区让互对方，军人也徛伫咧民众这边。Наше требование то, что сейчас мы не согласны того, что вот эти земли просто так отдал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отдавать, будем воевать до конца. И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 так дальше продолжало наш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руководить нашим городом, нашим родиной. 亚美尼亚甲亚塞拜然伫俄罗斯总统普京调解下签协议，同意按照现有的状态全面停火。亚美尼亚亦该另外交涉纳卡外围地区，俄罗斯会派维和部队到纳卡地区维持秩序。Исходим из того, что достигнут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создаду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и полноформат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кризиса вокруг Нагорного Карабаха н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основе и в интересах армянского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协议被签证前，亚塞拜然才攻下纳卡地区第二大城，巴库当桥讲已经摕到纳卡几落10个据点。停火消息传来，亚塞拜然民众欢喜甲上街头庆祝，甲亚美尼亚反应完全无同。Karabağımız azad oldu, milletimiz azad oldu. Şükür büyük güne, şükür ay Allah. 伫亚塞拜然境内，不过实际上是亚美尼亚人掌控的纳卡地区，领土的争议已经差了几落10冬。双方捌伫咧1997到1994年发生战争，造成3万人死亡。这边停火协议，亚美尼亚民众唔接受，争议伫短时间内恐惊无法度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咱台湾有一个台商涉嫌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出口规定，即马互美国起诉，相关会方判5档有期徒刑，嘛爱纳25万美金的罚款。来关心美国国防部长昨接互 Trump 洗头路，即马各方声讲，英国防部国防政策副处长安德森嘛因为伫白宫的人事办公室搞冤家，即马被辞职。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搁伫推特写文章，表示伊已经摕到重大进展，伫后礼拜会有新的结果。不过上新的美国民调是显示讲，被活80%的美国人已经承认拜登选赢是后一任的总统。镜头转来讲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伫新北市永和的厝找到早起，社区的大门互人破假币。警卫报警察去抓人，犯案查甫人是表示，因为伊不满蔡政府执政，历史两岸关系真紧张，才会去抗议。也毋过嘛，发现讲嫌犯的精神有问题，所以已经互送病院强制治疗。车口在起穿黑色西装的查甫人提保温管一直讲拼，引起社区警卫查看。查甫人行远了后，佫回头将保温管内底物件也向大门，因为这社区大楼是总统蔡英文伫新北市永和的徛家，地点真敏感，警卫马上报警。所以他是有先说他要来找蔡英文就对了。对，明慧有讲出来，国人都的嬉皮，都已经流到肩部过来了。他讲话语无伦次啊。据该名男子表示当日是因为心情低落走至该社区随即将手持着咖啡杯泼洒于社区大楼的瓷砖而后搭乘计程车离去。警方表示，这查甫人一开始是讲因为蔡政府执政，和两岸关系紧张，才去抗议。不过也查出有精神方面快性的记录，过去佫因为杀人未遂被判刑9年才出狱。其实伊10月初就伫这社区附近的行大，并且也发表反政府言论，怀疑是早有无。目前警方将伊强制送医。
谢谢。总统府表示，已经伫第一时间透过警方加合作访，也感谢社区协助保安甲警方紧紧盯办，确保社区安全，强调总统维安无受影响，一切拢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伫台北市保护线餐厅轰破垃圾物件。台北地检署即马已经提起公诉。昨昏，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认定4个被告无继续受害必要，所以裁定5万块交保，限制出境，而且袂使去调查受害者去报仇。我们收了多少钱啊？面对记者，4个人头咧拢无讲话。保护线餐厅轰破白色布这个案，检方已经提起公诉。法院的法官认定4个被告无证据显示讲因有政治意识的形态，嘛罔无误导背景，而且有固定的头路甲徛家，即马已经起诉啊，所以无继续受害必要，裁定5万块交保。保护线餐厅是协助来咱台湾寻求庇护香港人所开的餐厅，伫顶个月轰破垃圾物件白色布，检方追查了后，发现背后是一个中国人出钱，一个姓陈的中人塞拢叫这4个人被告去犯案。目前姓陈的中人已经走去中国，即马目前咱政府正在通缉。2020 APEC 经济领袖代表会议，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决定要改做线顶的会议。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早起已经宣布讲，今年即摆共款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咱台湾去参加。我们将再一次的邀请张忠谋创办人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总统蔡英文亲身宣布，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再次就担任领袖代表，出席2020年 APEC 经济领袖代表会议。因为疫情原因，主办国马来西亚决定改用线上方式进行。蔡英文强调，今年拄好是全球供应链停摆时阵，再次借重张忠谋的经验，传达台湾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同时，伊阁交办伊2项任务。第一，再一次宣示台湾愿意在全球防疫上做出更多的贡献。第二，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团可以达成加强台湾跟各国的连结，巩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的任务。张忠谋代表台湾参加 APEC 头一遍是伫前总统陈水扁时期，蔡英文接任了后，为2018年连续3年受邀请担任领袖代表。只是2019年因为主办国智利动乱会议临时取消，这个是伊第4遍接任务。伊甲夫人张淑芬同齐出席记者会，对会议因为疫情改做线上表示真遗憾，因为无法度见到几个朋友。不过张忠谋也提起到，伫疫情严重的时阵，会议也会当进行，表示数位科技伫未来的地位。2020年以后，数位健康是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台湾也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贡献给 APEC 的国家。今年 APEC 伫台北时间11月20日暗时8点线上召开，张忠谋将伫总统府视讯会议室来参加。同时，今年参加部长会议的双部长是政委郑振中，也甲国发会主委景明兴。另政委同行是受邀请线上参与19个企业领袖对话。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关心南投的情景农场有甲羊仔剃毛的表演，互观众看。啊，毋过动物保育团体是表示讲，这款表演是虐待动物，并无教育的意义，嘛教歹囡仔大细，所以发起联署要求爱冻点。啊，毋过农场这边是表示讲，因会调整内容，啊，毋过这款表演会继续。这个牧羊犬甲羊围条咧，一直咧飞。这个羊是真凶，共赶紧走入去。毋过详细看，有几啊只羊已经摆卡。也若伫咧草埔的外口，阁有羊仔因为剩家己一个尔，所以因为牧羊犬咧甲赶，尾手去弄着炸烂。虽然现场的观众有看到，不过表演也是继续进行。牧羊人甲羊夹伫个骹旁，互羊袂顶袂动，了后甲手指头放伫个羊的喙内底，阁甲观众讲安尼真好耍。不过动保团体认为讲，情景农场如羊毛表演的内容无适当。像这样子的动物表演的场域，它其实是会让孩子会误以为说可以利用动物娱乐或者是羞辱他们的。
动保团体不满，认为女羊毛的表演无尊重动物，而且误导民众，用做耍的方式来对待羊仔，无适合正做生命教育的场所。因嘛伫咧公共证笑参与平台发起人数，到初10下晡为止，赞成的人已经有3600多人，希望会当达到5000人，进入回应甲讨论的阶段，来停止女羊毛的表演。因那民众是有无共款的看法。绵羊它不可能一生都没有剃毛，然后它固定时间就是要把毛剃掉，让它重新生长。国外你说像纽西兰的话是从那边过来的嘛？对啊，那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错。它到底有没有吃好睡好？我们是透过剃完绵羊之后，用我们的人工触摸及外观的判识。青境农场表示，牧羊人把手指头啊插入去羊的喙底，是因为要检查伊的喙齿。也若乳毛嘛是要加速换羊毛的速度。不过引起争议的小解方式，会尽量避免，嘛会甲炸烂换做软的网仔。不过目前未暂停女羊毛的表演。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路口红灯一等，拢爱等2分钟以上。有人会把握时间冲去路边买物件，也是落雨的时，骑奥多巴的人会趁红灯赶紧穿雨满。唔通抓准讲安尼趁着时间，其实这拢是违法的行为，会吃罚单。画面上头前汽车男驾驶经过高雄公山的公园东路，趁等红灯落车冲去对面买早顿。副驾驶座的女乘客也对你落车换去驾驶座，听后男驾驶买顿了后，2个人煞来搁换倒转去，短短2分钟内完成少年耍的动作了后，拄啊好青灯。网友笑讲，这个驾驶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其实这行为拢违规，系符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第1项第1款，可以处罚新台币300块钱到600块钱的罚款。另外，驾驶人在快车道下车之后进行穿越马路，也是可以处罚新台币300块钱。实际走访公山公园东路，这个路口因为第一线甲真济条道路交叉，所以红灯都要等2分钟以上。民众看到影片表示，驾驶可能是当地人，才会知影讲红灯等加会当落车买物件，但是无认同这种的行为。大概道德啦，要发挥他们道德心。上下班时候，因为这边上下班车流很大，都有时候排到那边去嘛。所以给那警察大家执行，民工徛在路口。看过人家路边就在换驾驶，有时候是因为他那个要换，因为有人是开很久嘛，很疲劳的时候他会换驾驶，但是我是觉得在路边换会比较好。不管是等红灯的时阵，驾驶落车买物件，还是交换驾驶，甚至骑机车拄着落雨，趁红灯就得换雨衫，只要无依照交通标志标线规定停车，依法拢会当罚300至600。警方也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莫贪一时的方便触犯，算袂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分林那内的乌土社区，逐档拢会举办抢水节活动，传承地方的水利文化，嘛希望大家爱重视水资源。翠花口号，手光人仔个拼向头前，脚步唔敢慢，就是为着要赢第一。这是云关拿来向乌土社区举办的抢水比赛，参加比赛学生拢真认真，讲究团结，要拼输赢。虽然过程当中有人跋倒，目甲规身躯全土霉，不过大家游玩感觉趣味非常，算甲笑嗨嗨。要抓准节奏，然后也要冲得快，然后最好是重心要稳，不要跌倒就好了，不要跌倒大概就可以赢了。那我们这次得第几名？第1名。抢水是乌土社区的传统，乌土社区徛伫落水溪按山地拄入平洋活南边的所在。较早落水溪樱花并无起爆花，大水做一日来，因为溪水带大量的土沙流袂行，就安尼积伫咧乌土社区。日本时代为着引水日加南大圳落干线，才会水利设施，就制作大量的冷仔膏，踏伫水闸阻挡溪流。不过大水若甲冷仔膏呛歹去，就要重新建置，才袂断水影响引产。这款规定就成做当地特殊的抢水活动。在我们现在因为不太可能到浊水溪去做这个体验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是发想在田间里面利用水田，然后把它把土刨深，然后再加水进去模拟那个下溪的危险的状况。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从挫败中去学到一些经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让孩子去了解说，抢水节的由来是什么。虽然无法度真实去到落水溪使用冷仔膏来挡溪水，不过乌土社区变巧举办抢水节活动，利用已经修成的产地做比赛场所，模仿市民抢水
水的情形，就希望愈侪人经过活动体验古早人的辛苦和用心，推广传承地方的水利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那这站起亚大出，今年的起亚产量大谷甜，南投仁爱乡的高山起亚已经进入采收期，大丰收，继续嘛比英国也搁较俗，所以食起亚当着是。这几颗已经对，已经变橘色了，都可以拔。树仔顶头的高山甜气对本地青色豆豆啊变做柑仔色啊，代表已经会当采收。仁爱乡去年因为天气的影响，甜气收成足凄惨的。加在今年天气真稳定，农民讲今年一定会大出。比去年好多，量涨的也差不多都有6、7成左右。今年的气候环境很适合，尤其我们在高山田氏目前从中高海拔已经开始出产，它的色泽非常的亮丽，它的甜度也非常的高，尤其它还有本来的田氏的香气，所以今年我们预计高山田氏会有一个大丰收。仁爱乡因为海拔1000到1500米，加上每日的温度差大码，所以出产的甜气食起来脆佮香甜。这几冬农会佮辅导农民用有线无毒的方法种气仔，嘛提升高山甜气的品质。自己做那个易肥，然后就是说，像化学啦、农药我都不打，都用那个易肥啦，还有些是酵素啊，这样子打。除了现满的甜气就市，今年农民嘛甲看起来较无好的甜气，烘打变做气仔干，加工的过程拢无加烹料，滋味嘛袂歹，增加甜气的经济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有一种真厉害、真强的笔，或者镭射笔，嘛或者支铅笔。这款物件伫网络、伫文具店拢买付。看天星的时，指天星是真利便。啊，毋过这款笔若指向目睭，目睭就会受伤，因为拢买有，互批评讲政府拢无咧管。俗称镜头笔的高光热镭射笔，照加几啊，就亲像剪刀同款随破去。再来点番仔火，也有仙女棒，拢会当成功点刀，甚至连纸箱啊都会当烧烫过。最近因为天文、看天星，也是野外冒险的活动流行。射程真远的高功率镭射笔真受欢迎，但是伫市面上也是网络顶真好买，确实有潜在危险性。我们眼睛眨的速度大概是0.25秒，但是雷射的速度更快，它一进去的时候就造成的伤害，我们眼睛再眨都来不及哈。我们国内是不是要等到这种事情也发生了之后，我们才开始来执行这个东西，来管制这个问题？以瓦数来看，危险程度分做4级，0.39毫瓦以下镭射笔无危险性，但是第2级0.39至1毫瓦都可能造成目睭受伤。一般的镭射笔伫这个范围内，若是第3级，若做直射会烧伤目睭。比500毫瓦的第4级较大，也有可能造成火灾。暗空协会副会长刘德勇指出，伫纽澳若做要操作高功率的镭射笔，必须要有执照，但是伫台湾好亲像无法度规范。它可能会直射眼睛，会造成人身的危害，甚至它可能会燃烧物品。那它很显然的，它就不适用我们这一般文具商品的基准。1到100这期间的，才可以在专供行政机关还有公立这些学校的天文观星教学或科学研究使用。依照59条，可以罚10万到100万，但是它前提是会限期它改善。经济部侨检局要求一支100毫瓦的镭射笔必须经过审查核准，清楚标示才会当卖。但是以现场这支镜头笔来看，功率悬达到5万毫瓦，虽然有加注建议，但是真细致，安怎将风险降到最低？恐惊也需要政府斗相共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资金无所在投资，用钱拢走去房地产。内政部公布今年第2季国内主体介绍指数已经连续7季直直起，继续创下新高。一栋新的建安当伫赶工课，这是伫台南科学园区赛车5分钟的南科 LM 区。伫台积电开100亿买南科厂房离岛的加持之下，嘛带动台南房地产的商机。在北部上班的就回来，就业机会又多，所以年轻人如果是住南部的，很愿意就往南科这方面来了。现在中北部的他们的房市基本上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热络，所以呢，投资客就会跟着下来。内政部公布109年第2季主体介绍的指数是105.39，
甲107年第3季、第4季来比，已经连续7季创历史新高，厝价有豆豆咧起的趋势。也若看6都主题介绍的指数，除了台北市以外，其他的5都今年第2季嘛是持续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以台南一年起5.46%上济，目前指数是101.38。甲2016年来比，平均厝价已经起超过1成。也若台中市是连续5季创下新高，一年起3.69%。也若高雄市一年起的幅度嘛有3.68%。这一波的一个资金的这个浪潮，那最主要是还是转进到比较中小坪数或者是在低总价的一个部分。那像是在台中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啊，其实包括了人口的一个红利，那么再加上产业园区的一些开发，那另外在台南的部分，当然最主要其实就是台积电它所带动的整个半导体的一个群聚效应，那么也都带动了周边它的这个住宅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表现。老北京表示，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还搁伫个滚价，不过因为目前房贷利率来到历史新高1.309%，市场的资金嘛真充分，所以房产真做民众投资保值头一个选择。这拢是互目前国内房市小可有起，而且量有伫个扩张的态势。不过未来要是爱持续注意政府敢是会对房市展开相关性的调控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中部的龙兴村有一块古早工业局的马粪场，政府即马按算要利用这个所在，设一个长照园区，照顾嘉义县的失智老人。厝顶的木造结构开阔10来空间，这一直是工业局分草买卖场所，后来一直无咧使用，即马要起一座日调中心，而且阁有照顾失智失大的团体厝体。咱足好啊，咱是爱有位啦，有所在啦，嘿，你若不是阮金兰无所在，我就无法度做。无像你这所在这阔安尼，无法度做安尼。在团体家屋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家的感觉，他们可以在一起聊天，然后也会分配一些事务给他做，也把他的那个退化的那个程度可以让他一直延缓这样子。这个因照顾失智失大的团体厝体，暗算会提供24点钟的照顾服务，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嘛替失智失大提供更较好的照顾。嘉义县卫生局表示，这个空间争取到7000多万的预算，除了打造一个功能多元的照顾中心，嘛要来保留具体的建筑元素。为了照顾我们那个中埔乡以及我们嘉义县的一个长辈哈，所以把这个闲置空间那再利用，那跟县政府这边一起来争取卫福部的一个长照整备的计划。那我们这一栋它是一个块木的木屋架，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已经有一个类似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意味，所以我们这个既有的建筑物我们会把它保留，然后去做一个修缮。根据嘉义县卫生局的统计，目前全嘉义县65岁以上可能有失智症的失大，大约有7000多人，佫需要真侪资源来协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仔日是双11，是网络续买日子。即马真侪人介意用网络买物件，销售市场的形态已经有足大的改变。根据一份调查，即马有4成的食头路人想要做网络红人。啊，那20岁以下的少年囡仔，甚至有8成拢认为讲网络红人嘛是一道。AM 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带乡亲来看网络红人安那经营家己。各种无同款的网情，因的举动比明星更加吸引人的注意。有的人是运动专家，有人介意伫网络口水政治，甚至一寡乱舞的影片嘛，吸引未少人去起赞。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是既要每一个人都要凸显自己，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都很喜欢跟别人一起起哄。社群网络时代嘛，互一寡过去被压抑的声音找到出口。亲像是未婚生囝的依依妈，伊都运用网络的力量，想要脱离歧视观念。我希望讲，这个社会对于单亲家庭、对于单亲的囡仔，渐渐莫有刻板印象，无一定爱，都是咱所知影的，一个老爸、一个老母，安尼开始完整的家，我感觉有爱的所在，开始都是一个厝、一个家安尼。今年的金钟奖。网络影音平台 Netflix 就为8项大奖，明星和网情界线愈来愈不平，开始有少年人想要伫网络拍破以台北为中心的流行文化。我会感觉讲，为什么阮做什么代志，或者是讲要做较媒体也好啦吼，还是讲一寡较特别的表演，一定爱走去台北看嘛。对，这我感觉不好，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南部一定要有家己的完整的系统。
伫网络时代，无论是流行文化，或者是社会结构，拢产生本质的改变，也互更较侪少年人有机会伫这个无限可能的世界，找找属于家己的梦想。记者王艺峰、吴文良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这几档咱台湾有一寡戏出，亲像返校、咱甲恶的距离、通灵少女家的，拢有袂歹成绩。文化内容促进院即马甲民间合作，举办创意内容大会，要帮助咱台湾的戏出行向国际，杀去国外的市场。家庭故事、工课场生活、推理剧情，要 LGBTQ 的题材，也伫咧开发阶段的原创作品。伫今年的创意内容大会，要甲侪国际媒体公司致接，若是有摕到合作案，文青院计贴价提供上悬30万美金的国际合资合作鼓励方案。今天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起步。我觉得对台湾影视产业来讲，或者对全世界来讲，今年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跟金马创投文执行长，还有嘎嘎乌拉的林志杰执行长一起在这儿，就是要携手做一件事情，让台湾的原创内容能够攻占国际的市占率。台湾有丰富多元的原创题材，像是故事小说、漫画、绘本、报道文学、诗集等等，5万整合汇流出版作品，互来自台湾这个故事启动内容制作的产业链。那现在有文策院的一个支持，我相信这些优秀的这些企划应该会更放心。投资者们呢，应该也会对于台湾的影视创作应该有更多的信心在里面。这届合作除了金马创投会议，也有台湾 LGBTQ 线顶影音平台嘎嘎欧拉拉，这个平台嘛是台湾头一个全球化 OTT 平台。目前已经有超过190个国家的会员有在使用我们的平台，这些内容跟这个平台属于台湾的平台往外扩散。那作为一个有2个小朋友的同志爸爸，我觉得很开心，是活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就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然后带着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气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把这样子多元的内容去创作。文青表示，今年有22个国家参加这场大会，海内外投资数量甲去年比加3倍，会透过线顶和创作团队直接商业的合作交易。记者杨淑晴、林玉凯台北报道。3天前，民间团体伫台南有设一个慰安妇阿嬷嘅灯箱，因为土地买卖换地主，即马灯箱可能爱互刷走。目前地主有答应讲会当搁放5天，民间团体是5望市政府斗3天找新的所在放。台湾第一座前日军慰安妇阿嬷的灯箱，就安伫个台南市区的街仔头，不过未来可能爱刷走。现在市党部已经迁移到东区，所以这边就势必我们的铜像，我们有跟地主说，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几年的时间？所以他地主同意了，在5年的时间再让我们迁离。所以我们希望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可以另寻比较适合的地方，让我们可以怀念纪念这个慰安妇这个议题。阿嬷灯箱所徛的这块地，原底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空地，因为互人拍卖换地主，市党部已经搬来东区林心路遮，剩灯箱唔知要刷去倒位。回顾灯箱风波，2018年拄熟地，就发生日本人假做要甲踢的事件，影片一个出来，迄个时阵引起真侪台湾民众的不满。政府伫这方面呢，应该适度表态。如果你有啥物为难，会当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关心，敢毋是？这是关心妇女、关心人权呢？关心咱台湾发生过迄类的历史啊。国民党副秘书长谢良介跳出来批评，认为政府这3天来对慰安妇议题拢点无动静。揭露。其实，这个灯箱是敢若逐冬8月14，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会举办活动，有时阵会有民众主动来献花。不过，即马阿嬷的灯箱孤单徛伫个路边，侪游客来遮拢是看对面的林百货、银行等等日本时代的古迹。真失望啦！当讲有一个所在吼，因为咱台湾遮侪
慰安妇安尼嘿，你嘛是爱标示。这慰安妇这地缘关系，甲咱台南有啥物款的地缘关系无？这的慰安妇内底有几个是咱台南人，所以当初因设的意义是伫对吼，这点是爱去考虑的，会当好好啊考量，就是讲设的位置甲设的意义吼，无一定。我的想法嘛，无一定伫台南市呢，吼。学者肯定台南的阿嬷当上是对历史的交代，嘛是对人权的重视，对战争的反省。台南市政府已经请文化局找找适合的所在，进一步讨论。今年年底应该就有答案。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美国的超级高铁前几天在拉斯维加斯一大沙漠进行试验，而且这摆顶头有载人，这嘛表示未来10天内超级高铁有机会出现1点钟1000公里的速度。伊塔型的车厢停伫广雅型的铁轨路头前，由美国运输技术公司为顶开发的超回路列车，嘛号做超级高铁列车，准备进行头一届的载人试验。超级高铁的创意是伫真空的管道内底，利用加盟广雅型的车厢载运乘客。这款的技术会当用时速1000公里的速度锁顶动。若是试验成功，会当替大众运输技术产生真济改变。会当看到参加试验的人欢喜坐入去车厢内底，佮会当轻松讲话。I'm doing great. Amazing. This test was really to show that this system could be safe for passengers. And so most of the time where we have a low pressure environment inside the tube, and that would be like flying at about 50 kilometers of altitude. So usually the only people who fly in that wear spacesuits. But what you saw yesterday was Sarah and I just wearing normal clothing and getting in the vehicle. So we had to design the vehicle to be safe for us. 超回路列车的速度试验过去已经有400多届，头一摆的载客试验是伫美国内华达的沙漠内底，因为试验的距离只有500公尺，无法度达到特地加速。为了保证加速甲减速的坐车感受，这个试验限制伫时速172公里。These initial versions, these 2-passenger versions, moving them to the 28-passenger versions through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And then in project work, we're really looking at something, in excess of 1 kilometer, moving on to 10 kilometers at like a certification facility. 开发企业威丁表示，列车的速度上悬会当到1080公里，为纽约到华盛顿只需要30分钟，是飞行机的2倍速度，甲高铁的4倍速度，佮袂产生二氧化碳。李威丁嘛希望会当伫2025年前通过超级高铁的安全认证，而且伫2030年正式上路营运。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一个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